世界不能被中国欺骗。自1949年占领东突厥斯坦以来，中国一直在压迫和打压东突厥斯坦人民。近年来，中国正在以再教育营的名义建立大规模的集中营。上周，为了掩盖其在该地区的压迫性政策，中国新闻机构安排来自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6国的媒体人访问东突厥斯坦的所谓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据中国国际广播报道，土耳其 ATV 记者埃尔达库鲁恰伊说：“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偏见是错误，我们犯了多少错误？这些营里有2种人，一个是受影响的，一个是参与犯罪的人。”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对那些被中国谎言和虚假场景所欺骗的记者做出了批评。他说：“中国多年来压迫人民，这也不够执行集中营政策，现在正试图欺骗世界。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危害人类罪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这些做法破坏了地球上的和平与安宁。没有正义和平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假新闻是这样制造的。以中国警察韩雪中帮助人民为题的新闻幕后反映在相机上。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非法拘押几百万人的同时，压迫和欺骗自己的人民。繁华声音继续上升，数百名积极分子聚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的中心，抗议他们所谓的吉尔吉斯斯坦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与会者敦促当局将非法中国移民驱逐回国，并停止向他们发放公民身份。两伊方面在土耳其可尼亚市公民在民间组织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示威者发布声明批评中国的打压行为。哈萨克斯坦将开始直升机组装生产。理属哈萨克斯坦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部的哈萨克斯坦工程国有股份公司17日同俄罗斯国有集团旗下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就关于在阿斯塔纳建造米8 AMT 直升机组装枢纽达成协议。消息称，组装厂获得了为米8和171等多种型号直升机进行维修、升级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的而颁发相关认证。俄罗斯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诋毁俄罗斯阿富汗政策努力的报告。俄外交部报告称，该报告有证据表明美国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联系。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称，美国正在准备指责俄罗斯协助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它被纳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到阿富汗的部署。